Hello， 大家好，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乳樂能量療癒中心係個提供綜合咗中西文化精髓嘅身心靈療癒環境嚟嘅。佢嘅理念咧就係植根於陰陽嘅理論，強調自然療法嘅重要性，並且崇尚自我修復系統嘅力量㗎。適逢啦，我哋今年蛇年啦，我一於介紹呢一隻智慧之蛇精油俾大家。精油有乜好處咧？其實佢專門咧就係對我哋內心探索啦，或者靈性成長啦，同埋平衡情緒，啱晒我哋香港急速都市人嘅生活節奏嚟用嘅。佢對於身心靈咧都有唔同嘅功效嘅，例如係舒緩下肌肉嘅緊張啦，提高我哋身體嘅免疫力啦，減輕焦慮同埋壓力，提升集中力，同埋增強直覺同埋洞悉力，增強靈性嘅覺醒等等嘅。呢個精油咧市場價係555，我哋健康博覽價係480。如果買滿3支啊，我哋12生肖裏面嘅任何3支，仲可以送多一支價值399嘅4大元素精油，同埋即場幫你測一次未來7日嘅運程添。所以話，如果想知道其他11生肖有咩功效嘅話，記得嚟我哋嘅 K13、K14 攤位揾我哋乳樂能量療癒中心。